还是正经看法帕，法帕看正经。他们要我介绍彭文正彭先生彭教授，我说不用介绍，大家都知道彭先生，而且对他非常非常熟悉，所以我不用废话，我们就这样，彭批，欢迎。上次遇到西明跟 Anna 是在那个 FTV 的 studio， 所以我们就照了一张相，然后照了一张相后，我就把它 po 到 FB 上。就我 FB 的留言，没有人在讨论我，也没有人在讨论西明，全部都在问 Anna 是谁。Annie 是谁？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Chairman Chen. It is my great honor to have this opportunity to be here with you to celebrate the 35th anniversary of FAPA. And last visit to Washington, D.C., I remember it was 20 years ago. So you may know how far am I away from the core of power. Tonight, I'm not sure if I should speak English, Hakka, my mother tongue, Taiwanese, or mixed, or Nihongo daijoubu desu. From the priority, the ability of my language should be mother tongue Hakka, the best. Secondly would be Mandarin. The third would be Taiwanese. The last and the least would be English. So I try to mix all these languages. And I know some of the younger leaders might not understand Mandarin or might not understand typically Taiwanese. But I will try to speak to you tomorrow night in English. And I promise I will practice more tomorrow. And I know some of you will feel headache if I speak Mandarin. But I try to mix them. 感谢大家，非常欢喜今仔日有这个机会来这甲大家相合做伙。了位就客家乡亲嘛，有吼，大家好，大家好。今仔日呢，我要讲的这个题目是，用台湾的目睭看台湾的未来。因为大家拢知影讲民视呢是台湾的目睭，民视。大家拢关心的代志，上关心的代志就是台湾的未来。今仔日呢，我首先爱代表民视的董事长郭培宏甲总经理黄明玉来致12万分的谢意，因为2个月前，台湾的目睭险险青眉，因为大家三合做伙，大家斗阵来支持特别为Seattle开始，伊发起一篇自由时报专版的这个广告，所有的海外的台湾同乡，包含台湾同乡会会长邵芳，邵芳吼，徛徛互大家熟悉者，伊是我高中同学。我常常讲，伊毋是我高中的老师哦，伊是我同学哦。阮两个差别在倒位呢？伊高中呢？伊是读册挂的，我是玩乐挂的，所以两个32了，生做的小可无共款今仔日呢，因为2个月前，若是毋是大家的支持，大家的联署，一个一个签名，佫包含日本的、巴西的、非洲的各个所在的这个同乡会的签名。支持有真侪人打电话转来，真侪人去摕这个去收集民视的股票来斗小停。今仔日呢，我可能流落街头，因为我代代嘛无法度转去嘛吼，因为我代代辞职啦，所以我今仔日可能来的身份应该是 kind of homeless 之类的哈。
因为我当时有讲过嘛，若是面试换头家，我一定辞职。若是讲换迄个毋是任何人啦，迄个时阵来换任何其他的人，我一定辞职。2个月前面试发生的代志呢，非常奇怪，因为面试毋是一间赚大钱的公司。严格讲起来，面试敢若损益两平，顶多赚一丝丝啦尔，有的时候还在吃老本。是安怎一个无啥趁钱的公司，会引起遮侪人想要买面试？大家感觉真奇怪无？而且迄2个月内底呢，阮的对手看广告，咱是看一篇，伊是看几啊10篇，看广告，用宣传车咧台北、高雄、台中，敢若选举安尼哦，用宣传车大街小巷安尼走，真侪人落来分传单，就是讲要收面试的股票。是安怎一个无遐尔趁钱的公司，会引起遮侪人的兴趣？这其中必有诈嘛？严格讲起来，面试开始的时阵，伊甲红色的资本可能无啥直接的关系。阮的对手嘛是因真不服，伊讲阮家抹红，其实事实是红色的资本咧内底。一即马开始的时阵，可能是因为蔡东营过身了后，都有真侪人想要来掌握面试嘛。结果面试的董事会派这个郭培宏来接董事长。大家知影讲郭培宏做过大陆联盟的美国本部的主席。伊咧美国的时阵，我听过伊真侪的故事嘛，伊闯关登去台湾迄段，我想耳熟能详啦，大家拢知影。后壁川要甲掠，要甲悬赏200万台币。迄当时施明德听讲才100万尔，所以伊定定讲我是2个施明德我比施明德较值钱。而且迄当时是2条1，是唯一死刑或者无期徒刑。结果郭培宏由于美国转来台湾，我问讲，伊讲伊一两当前伊就安排好啊，伊叫因太太去学一寡，因为太太是台大历史系毕业，所以伊叫伊去读一寡其他的物件，能够自立自主。伊就甲讲等囡仔大汉了后我就要转去台湾。结果伊转来台湾，我就问讲，伊闯关回来的时候囡仔几岁？他说6岁伊讲囡仔大汉伊就要转来。就这样闯关回台湾，冒着死刑、无期徒刑的风险，进了土城看守所。后来呢，他因为抗议民进党的人头党员、买票的人头党员，所以他就离开了政坛。去起厝，因为是台大土木系毕业，伊是 North Carolina 的 Civil Engineering PhD。结果伊就在台湾，伊咧起厝，伊起厝真趁钱，伊做得真好。但是真侪人可能唔知影，伊甲周灿宏甲真侪人同款，反正你是美国大陆联盟转去台湾呢，全部司法伺候。他被司法伺候了8年，8档，结果无判刑，但是该起诉，伊起诉啥物呢？伊去做这个台南市政府的工程，结果呢，他们就罗织罪名，反正就是恐吓证人做了所有的事情。抓他，然后他经历了8年的司法官司。这个人嘛是真特殊、真有气魄的一个人伊在8档内底，伊讲他为了要让自己，他知道他自己没有犯罪，一切都按照正常来。结果伊去读一个台大法律系硕士，他亲自去上课，然后他跟我讲说，他每次开庭他一定亲自出庭。然后他跟我讲说，伊私底下跟我讲。伊讲伊那也无代志伊讲其他有真侪人叫证人假死嘛，伊讲伊那也无代志，伊讲伊起码开始就甲所有公司的员工讲，你们通通被列为被告，可是你们到庭上的时候，你们口径全部一致，所有东西都是郭培宏决定的，所以伊甲所有的代志打起来，结果底下的人就不会再继续摇来摇去嘛，所以伊讲伊将所有的责任打起来了后。伊讲伊每一个庭伊拢倾心到位，他用自己专业的工程去质询所有的这个
对方的提问，而且他要求诘问证人，就是诘问证人跟原告，所以他一关一关度过，最后无罪。但是以不为当的时间，以公以本来哈，他还跟我开玩笑，他说他本来会是 billionaire 哈，他说可能郭台铭也算不了老几。他说那个时候他刚刚搬到台北来，他想要在台北做营造工。他说那台北景气正好的时候，他碰上官司，所以他说他的公司丁仪公司不会当停摆，好，那就去面对这样的官司。所以台湾的司法哈，那是无改革哈。其实恁大家听到的东西，什么谢清志啊、郭清江啊、郭瑶琪啊、阿扁啊，这些所有的东西，每一个共通点都是威胁证人，然后这个恐吓要转被告，然后捏造证据、篡改笔录，全部都用这种手法对付所有为美国回来有台独意识的。在台湾台派的阿扁也用过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例外。让人不服气的是说，政党轮替之后，这些人、这些司法官没有受到整肃，没有，完全没有被重新的检验，而且在在这个邱泰山当部长任内，还升官，朱朝亮、陈瑞仁都升官。好，所以说台湾的司法改革在政党轮替之后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那经过民事的这一场，因为先开始的时阵是有股东想要做当选长，所以因就开始买股票。到后来呢，听讲因为有总统府的高层了哈，高层不是宪兵哦，就总统府的高层，哈，不是楼上升旗的宪兵，啊，就要讲。你们恐怕有危险。他跟我讲说，你们大概股东大会投票前大概2个礼拜，伊讲你绝对会输。伊讲因为阿强啊已经介入吧，伊讲因传真多钱，传的蛋，所有的股票不管偌济钱，因拢要买。好，跟我讲得非常清楚。所以咧投票就是股东大会前差不多1礼拜。你就看，除了在座的所有支持民视的，跟台湾台派支持民视都有看广告以外，其他遐还有政治利益甲商业利益的人，拢总挖对面挖甲迄个对手迄边。所以在我们股东投票之前，民视非常的孤立。我也差不多咧宽保护啊，我想讲股东大会输那一天，我跟金玉就走人，好。我们已经做好准备，结果，我的这个小股东，偌高水哈，偌甘温，他们就是75%的刷购，他们透过各种方法，有人打电话到民视来要约我见面，亲手将股票贴给我，委托书拿给我，哈，透过各种方法，因为他们不相信任何人，听讲。邮局那边啊，就是民视的邮局那边都有被渗透。好，阮的这个股东的名单，本来总经理很有把握，伊讲袂，伊讲这条仔卡拢阮的人，袂出代志。后来阮才知影讲，阮的对手早在1年前，因就开始收买所有的条仔卡。好，阮高雄上大的迄个掌握股务的条仔卡，去用买去。伊收去的所在拢甲人讲，我是代表过培红。大家给恁收股票，这种骗去唔知几啊万股。等阮发现的时阵，有点 too late。结果都是靠大家帮忙，好，这件事情让我们大声的叫出去之后，大家感受到这是一个 crisis， 把手上的这些小散的股全部给我们。结果你看阮的对手将20%的股份，就是讲因4个股东。联合做伙20%、25左右，阮这边敢若5%尔，好，线股差不多75%，结果线股内底85%支持民视，好，所以台湾的，谢谢，所以我们很漂亮的、很光荣的赢了10个百分点，台湾的财经界说。
这样子的股票大战在台湾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一个25%的会输给5%的，一共历史上不发生过。就这样子，我们打赢了这一仗。但是我要讲的是，这一仗打赢了，接下来呢，我相信对手绝对没有放松。阮主持以前为伊电视开始，反正我就是我跟阮太太都是一个全台湾上白目的主持人哈。我们真的没有在乎压力，不管你是台湾最大的宗教团体也好，是什么师父也好，啊，对 ，No matter big lobster or small shrimp， 只要不对的，我们一定揭发。所以呢，3档前呢，选举前我们得是国民党，我们把国民党彻底得罪了，所以国民党 out。啊，今晚民进党执政，我们因为一些 issue， 比方说兆丰案，比方说老蓝男，比方说为什么不证明，为什么不放扁，我们也是毫不留情的批评政府，所以把立赢的嘛得失啦，哈。啊，后来呢，柯文哲的事件，我们对于世大运，对于两岸一家亲，对于床头吵床尾和，对于不能拿台湾旗，我非常的感冒，我们继续轰，把白色力量也得罪了，好。中国那更不要讲，好，大家很多人问我讲，你敢去中国不？我讲迄不是敢唔敢的问题，哈。那是严啊不严的问题哈。他们问我说：“你进中国应该没问题吧？”我说：“进去没问题，只是出不来。”我把红色力量当然也得罪了，所以蓝绿白红黑那都不用讲。所以我唯一的朋友都是在座啦，哈。所以我再一次非常诚心的感谢大家，代表郭伯宏跟王明玉总经理，谢谢你们 ，Without you， 民视今天已经换人了，已经换人了。可能各位会想说换人有什么关系？反正太阳不会因为我们的存在不存在就停止运转。但是我要讲的是，民视今嘛是应该是台湾上尾一个嘛是唯一的一个台派的媒体。事实是安内哦，大家看您想讲啊，三立也是台派媒体，三立其实是 sitting on the fence，sitting on the fence。应该这样讲，台湾的媒体的董事长不靠媒体炒地皮，不靠媒体弄政商关系，不靠媒体拉拢派系，不靠媒体推荐政治人物，不靠媒体参与辅选的。干那青春民视的郭伯宏当属那几类，我说话我负责，就只有一个人。今天呢，我要从几个角度来看台湾的未来哈。我会谈谈台湾未来目前的处境，台湾未来面临的几个模式，在座哈，阮会当来做什么代志，为着台湾的未来，要来安怎？加强阮甲美国的关系，甲日本的关系，爱安怎来面对中国的压力？其实吼，上简单的答案就是安怎来面对中国的压力哈。中国吼，迄唔免讲，不管我们用什么态度，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并吞台湾。不管你怎么样，哈，你对他强硬也好，你跪下来也好，都一样，他都是要把台湾给并吞。但是这个名义在台湾是行不通的，因为想要 to be reunification， 在台湾 only 5%， only 5%， and the average age of the people are 85。所以这是一个行不通的路。好，这是我的一个今天大概会要跟大家分享的。我忘了问 Peter 我要讲多久。我说别跟我过没塞哦。嘿，好，现在几点？对不起。
8:20哈，好，到半夜不行，好，OK， 那首先呢，我首先我要讲哈，台湾未来哈有几个模式哈，几个模式都有可能发生，但是唯一不存在的就是 maintain the status quo， 就是维持现状，这类酸碱是不存在哈，大家不要再说维持现状，因为这是不存在的事实，因为现状维不维持不是台湾可以做决定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大港拢在改变嘛，对话大港拢在改变，所以美国嘛是会改变，所以台湾唔通阁讲伊是现状，这是骗人的。所以台湾即马未来呢，第一，我是无希望发生，但是台湾人若是无提高警觉，伊会发生，就是会变做香港，变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地区，这有可能无？若是今仔日咱选出来这个台北市长，选出来总统，若是去互对方收买去，这款代志会发生袂？绝对会发生啊！安怎发生咧？伊将台湾的经济掏空，伊将台湾的这个教科书用来洗脑，伊将台湾的这个少年人吸收去对方，最后他让你质变变成量变，他让你没有选择，他让你温水煮青蛙，最后你不统一都不可能。那么第二个可能性呢？我想这条路大家就是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没有人会同意的，而且这条路会越走越远。看看 Tibet， 看看 Hong Kong，Look at Hong Kong，Look at Tibet， 那是行不通的路。一个香港选出来合法选出来的议员，叫我发声叫你要解除你的职务，以为给你该读你就该读，这就是咱50年以前国民党统治的台湾，完全同款。所以中国人呢，看去北京也是，牛也是牛啦，还袂改变。另外就是中国会去收买代理人，会去收买代理人。那么过去是连战，中国有影是开足侪钱。要来收买台湾，但是后来发觉讲，这钱拢叫连战甲伊的朋友，放在落地啊，叫我其实讲伊巧伊嘛巧，讲伊戆嘛伊嘛戆台湾人每一个拢知影讲，迄钱一定会放在伊的落地啊，但是叫我唔知影，叫骗真侪了才知影，后来呢，个换代理人嘛换去这个马英九，但是。马英九可能未将阿强的钱放在落地啊，但是伊 Bumbler 头壳无清楚，所以阿强嘛唔知影讲马英九遐尔戆，所以他又失败一次。所以伊即马开始要找智商157的人。我知影讲在座有真侪人，我可能有科粉台湾嘛是有科粉我更加去节目内底骂柯文哲的时阵，我 FB 就叫用洗版马上就退退，讲我什么美国人的爸爸，你闭嘴讲我啦美国人的老爸你闭嘴，因为我有一个后生是美国出生的嘛那我知道有一些科粉啦那科粉我其实有研究科粉的心理学你们不要对号入座科粉心理学有几种了我曾经也是这种，就是我们曾经用一切力量为他背书。挺他，把他送上了台北市长宝座，把连胜文拉下来，才不到2年我要怎么样去 maintain 我的 psychological stability？ 如果我推翻了我2年前的决定，我的心理会不平衡所以心理学有个东西叫做 cognitive imbalance， 所以它会造成一个你的 cognitive imbalance。那 cognitive imbalance 会怎么样？会 sleepless， 你也困不起。所以你要 either change your perception toward that person, or change your perception toward public opinion。就是说，你要讲现在换柯文哲的人，迄种头壳歹去，这样子你就会困得起。
好，啊无你就来想讲啊，我头壳歹去，我是认不着人啊，好，安尼你才会困得起，好，所以你一定要选择其中一个。所以 if you were either one of them， 哈 ，don't disappoint it，it's normal， 哈。啊，柯文哲的代志，其实我上早开始在节目内底批评柯文哲，那个时候他声望还很高，没有人理我，我的粉丝留言页都在骂我。我为了萧小林的案子，好，我亲自自我毛遂自荐去担任萧小林的案子的专家学者证人。好，萧小林的案子大家可能没有很清楚，我很快的 briefing。他是一个中山国中，台北市中山国中的音乐老师，他是教师会的会长。哎，这人就北北，好，伊是足大派，但是伊就是北北，伊北北干安怎呢？他常常去吐槽学校的那个老师校长，好，结果他去按铃申告郝龙斌，哎，台北市一个国中老师哈，交大，他去公开按铃申告郝龙斌课纲的一纲一本，啊，他去按铃申告，结果按铃申告后 ，2 weeks later， 督学就冲到中山国中去，然后调查他，还到班上去跟同学精神训话，还发问卷给同学，啊，来调查说到底这个老师上课那个问卷充满了这个 hint， 然后呢，就马上在校园里面2个月时间呢不到哦，就组了一个教评会把他给 fire 哦，是解聘哦。后来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做过，台湾被解聘的老师大概那一年就跟萧小林一样，一年大概有16个，有10个是性侵确定的，有3个是性骚扰，有2个是判刑确定贪污，只有唯一一个因为按铃申告郝龙斌就被活生生的解职哦，就这样离开了中山国中。后来我们在节目当中去质疑这件事情的时候，教育局还回答说，因为他的办公室异常的凌乱，好，他的罪状还包括办公室很乱。啊，我的这部来对就把我的办公室的照片也贴出来，我说那我应该被 fire。好，为了这样子一个人，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大力声援他。后来郝龙斌下台，柯文哲上来，我想说那应该解套了吧？那我还自己毛遂自荐，用统计的专家，因为我在台大教了20年 statistics， 我去分析这个 questionnaire 有多么的荒谬，有多么的引导。结果我想说柯文哲应该会处理这件事情，结果柯文哲不但没有处理，拖延，而且对外讲一套完全不一样的说辞，对外说他已经行文到这个教育部已经解除了这个，可是事实上并没有。所以他有一方面是让社会大众以为他做了这个事，而私底下却不做这个事。当然不做这个事可能有很多理由，可能也幕僚，可能也这个教育局内底官员，因咧抵制啊，是安怎，都是可能的。但是我看到他的2手策略，所以我的节目内底我是首先第一个开始批评的。后来世大运的时候，哎，我竟然记载袂掉。伊咧这个议会的时阵，接准的时阵，伊讲这个台湾旗是会当炸入去会场。这个台湾旗在高雄市运的时候飘扬满场，吼，啊局长啊讲话的时阵，后边就是一个台湾旗，吼，这个台湾旗我在这部来讲，这不是单单是一面旗啊尔，它是多少海外台美人、全世界的台湾人梦想的一面旗子。它的背后代表了多么多的意识形态，代表了多少人的打拼，代表了多少人的梦想。结果世大运开幕一天，所有的旗子不能带进去，中华民国旗带进去，台湾旗不能带进去。那个一个牌子上面写 Taiwan Let Taiwan be Taiwan Taiwan is Taiwan， 照样没收。执行的人就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OK。那有人会说可能是底下的警察冲康，但是我认为绝对不是，因为我们节目在开幕之前1个礼拜就不断的在讨论这件事情，而且我知道台北市政府都会看，而且我也知道柯文哲有看，因为他这几天被我骂到受不了的时候，他传了一通简讯给我。好，在那之前，我跟他因为萧小林的案子一言不合，我把他简讯删了。好，后来他传了一个简讯给我，他跟我解释，他说
你在节目当中讲到的那一段是不对的。他说那个是国安局黑衣人宪兵是国安局管的。我都给他吐槽说，其实我在节目中不只讲一点，我讲了10几点。那这一点不对，那其他都对咯。点点不恭维。好，后来他就问我说，你只会讲，你告诉我要怎么做吧。好，我跟他讲的答案很精简，请收看《正经看民事》。好。然后呢，他的回答也很精简，他说：“这不是狂妄，什么才是狂妄？”啊，那我就送给他一个拍拍手的那个贴图给他，然后我们对话就结束了，在5天前。好，我怎样讲这件代志来对哈，它的复杂很深呐，哈。后来呢，就不要讲，有些东西就是都是舒心嘛。还有国安局的宪兵竟然可以用黑衣人，没有任何辨识，手上戴一个那个荧光环。场内大概有上百个黑衣人，只要看到你拿台湾 Taiwan only Taiwan nothing else TAIWAN 抓出去。台湾什么时候变成一个警察国家？什么时候变成一个警察国家？就这样子五花大绑，4个手脚拉着就出去，到警察局做笔录，只是因为他们在台北世界大学运动会举了一个 Taiwan 的牌子。我相信你在天安门都未必会这样子，所以我在想说，今天台湾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到底谁在执政？这些都是事实。到后来，越来越多迹象显示，包括柯文哲说两岸一家亲，包括他说两岸关系像夫妻关系，床头吵，床尾和，怎么可能夫妻关系会恶劣到这样？早就离婚了嘛，不是吗？这一切还包括了后来我们发现蛛丝马迹，他在闭幕式的第二天哦，事情这么忙的时候，他接见了中国国台办的交流局局长黄文涛，跟交流局的副局长。这个新闻是没有公开的行程，所以其他媒体都不知道，被一个报纸登出来，还把它当成很大的事情在报道。那个报纸就是《人民日报》台湾版。就是中国时报啊，我拢叫伊人民日报台湾版。我嘛知影讲这个人民日报台湾版呢，喜欢正经看民事的粉丝。我那怎样呢？因为我只要在我的节目当中骂到他们，下一期的下一期的周刊网或者中国时报就会伺候我，啊，就开始讲我什么台独狂热分子啊，美国人的爸爸啦，哈，诸如此类的事情，好，屡试不爽。结果呢？中国时报曾经伺候过的人有2个，就会这样子大版，然后还会在那个现在变3个，现在第一个是黄国昌，好，就把他拱去当立委，好啊，第2个就是我，啊，我就跟人民日报台湾版说啊，我会酸你不一样，我说你省省吧，哈，那第3个最近伺候就是周玉蔻，哈，骂他变色龙，哈，对，好，所以。其实我知道，我应该叫我太太上来演讲，对不对？我每次到各个地方去演讲，大家第一句话就问我说，不是说彭批你好，第一句话说太太那也不来。所以我明白了哈，找我只是一个幌子，其实事实上是要找他。哈，结果台湾的媒体，好，我都要讲到就是。在台湾寻找代理人了哈，那第3就是收买台湾的媒体，起码台湾的网络的媒体差不多90%，后边拢有中资，哈啊电视呢唔免讲，你也知影讲台派的媒体可能会当讲是台派，敢若剩民视甲三立嘛，啊三立前一站嘛，因为伊个节目内底人讲到天安门要消音呐。讲到天安门 B， 你有知影讲，伊后边有很深的利益，所以它基本上也是中国可以间接掌握、用人民币掌握的媒体嘛，好，所以我在讲说，台湾今嘛哈唯一台派的媒体，好，还不用讲到什么独派哦，唯一台派站在台湾的立场的媒体，就只剩下台湾的眼睛民视，不是因为我在民视我才讲这句话。
事实就是如此。我相信台湾的国安单位应该都会 trace 这些背后的 investment。TVBS 的背后是 VC 的背后是江泽民的孙子，在 involve 这个 fund 的最大的这个 manager。中天不用讲了，中视不用讲了，他的绝大部分的资产都在中国。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很简单，所以他为中国代言，我一点都不 surprise， 那就是他的 benefit， 就是这样子。所以台湾的媒体如果不警觉、不改革，如果台湾的政府，如果蔡英文还觉得说民视是一只乌鸦，顺势把它宰了也刚好，那台湾真的会没有一个台湾的媒体，没有一个可以为台湾人 balance 的媒体 ，not at all， 这就会是这样的一个结局。所以呢，另外其实我要讲的是，你看那个时候阿根廷帮我们披着中华民国国旗进场，柯文哲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就后来不是阿公啊，不是控一吗？柯文哲第一个反应是说：“哦，那是他们自己批的，不是我们哦。”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正常的反应。我觉得 to some extent， 他在跟对岸表态，告诉他 "It's not my responsibility"。我觉得他在对岸表态，所以我说，如果他今天是2020台湾的总统候选人，我觉得我感到非常的忧虑。啊，如果他会变成2020台湾的总统，我觉得这是一个台湾危机的开始。好，那中国买台湾的东西还很多了哈，包括用大量的创投基金吸引台湾的年轻人到对岸去创业，因为在台湾开始愈来愈没机会嘛。22K、25K， 20年前的薪水是 22K， 现在还是 22K。台湾是安怎会 22K 呢？因为大部分的钱拢是落在资本家的口袋里面，另外呢，都是变成国际市场来台湾炒股的。你不要看股票涨哦，股票涨的结果，事实上是很多都是外资进来做短期的炒作，好，所以会把台湾的经济掏空。所以我说阿公啊，对付台湾呢，其实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人民币统一台湾。这个台湾不可以等闲视之。透过教育洗脑、买媒体，透过经济力量介入台湾，用创投各种机会吸引年轻人到对岸。好，而且刚刚我提到嘛，台湾的课纲背后的以前这个课纲背后的操盘者，竟然是中国解放军的一个少将，叫做辛奇。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事情？他呢回台湾，密集的跟台湾几个课纲审议委员的负责人频繁的开会。他在他的文章中后来被搜出来，他说：“欲亡其国，必先亡其史。”那讲到这个辛奇呢，这件事情跟柯文哲也有关。柯文哲在2014年到中国去参加一个研讨会，私下会见了林毅夫跟辛奇。大家都知道林毅夫是台湾的叛徒嘛，那个时候跑到对岸去。辛奇是掌握台湾教科书思想的负责人。这两个人，若是讲你是台派的人，你绝对不会跟这个人见面啦，你绝对不会跟这样见面啦。结果他见面之后呢，一个软吼杨宪宏，他说是杨宪宏帮他安排的。结果杨宪宏在2014年就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大声喊冤。那个文章其实收录在维基百科，只是那个时候柯文哲的声势如日中天，没有人把这个当一回事。结果杨宪宏说：“我根本就没有安排他去见这两个人，他为什么要把事情赖给我？”后来他又被媒体泄露之后，他又转述说：“那都是黄雄安排的。”黄雄没有讲话，这件事情就到此就结束。所以我说今天台湾的上小心的就是，中国不用打台湾了，
我敢讲中国绝对会怕台湾啦，因为一怕台湾吼，安怎怕嘛是一坑尔啦，对不对？打一个飞弹下来一个洞，大概打几个洞才会吃掉台湾？中间有个台湾海峡，哈，而且国际间呢，哈，我相信这样做美国不会不出手啦，啊，如果真的中国动武，他不需要用到这一段嘛，一边用武力嘛，他用经济，用各种方法把你台湾买掉了。不费一兵一卒嘛，这是最容易的方法，而且 it's undergoing， 这是我觉得台湾现在要非常非常小心的。然后接下来，中国对台湾在买的方法，去买到里长、里长，叫伊买去，组了一个台湾里长联谊会，定期到北京去交流，所以他把他的手伸到你家的门口没有多远的那个里长。好，那台湾人还把它当成是一个文化交流，这个就是自己温水煮青蛙啦，好，早晚要被煮熟嘛，啊，再来就是透过通婚啊、移民啊，你到台北市去，到台湾去，操着那个金片子啊，你问他你是哪里人啊？讲话那个含这个卤蛋的啊，越来越多。这就是台湾现在的现实嘛，所以这是台湾目前的状况。好，那我要讲的是说，那我们应该怎么来因应呢？我觉得有几个方法哈，跟大家做参考。第一个就是我认为哈，台湾的经济文化教育一定要去中国化，一定要去中国化。你不要觉得我太偏激，因为现状是台湾大概90%几的东西都被中国包围，啊，所以它是一个毫无节制的倾斜。所以如果你不用另外一个力量把它扳回来的话，这个趋势会让台湾的经济命脉、文化命脉，你看看为什么所有的艺人都跑到中国去，然后甘心被冠上中国台湾歌手。然后在他们的脸书，在各个地方呛瞎台湾，回头骂台湾，要台湾承认9·2共识，要承认一个中国，因为他们所有的经济利益都被中国掌握。你那一个讲不对，就跟周子瑜一样，要你道歉，你才能够继续在中国唱歌、从事演艺工作，毫不手软。所以我要讲的是，今仔日中国那是一个正常的国家。那是一个文明的国家，哦，咱大家都是 business in business， 我们可以正常的交往，但是中国绝对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所以我相信美国也 realize， 整个中国对美国最大的威胁不是军事，是偷你的科技，偷你的专利，偷你的技术，偷你的 business， 啊，所以有一本书叫的Real War Against America， 啊，就是在兆丰案的时候，有一位 Stanford 毕业的一位商人，他就是啊，他的钱被兆丰银行，他去要求兆丰揭露一个法院判决侵权他的 intellectual property 的一个中国商人，结果兆丰说什么都不肯提供相关的资讯，然后一再的败诉。最后他发现说，原来兆丰银行里面有一个经理叫 Angel Caballero， 他是那个掩护这个人把资产转移出美国的那个人。所以你说兆丰被判了1.7亿美金、1.8亿美金，只是因为小数点点错吗？好，各位相信吗？只是因为行政上的疏忽，各位相信吗？啊，所以兆丰案其实是台湾人民对于政府一个很大的不信任的开始，对于新政府不信任的开始。如果台湾人政府的银行被罚了1.8亿美金，都没有办法真相大白，那我们怎么寄望这个新的政府可以带给我们转型正义呢？啊，
那台湾现在的状况是，从林权阻隔，我想大概几百多会嘛，啊，再来兆丰案，嘛是几百多会，再来外交又用了李大为，然后呢，所有的地方都 maintain status quo， 我相信大家觉得，国民党跟民进党没什么差别嘛，我相信大家的失望是越来越多，但是最近有一张好牌叫做赖清德啊，赖清德一上台啊，这些掌声哈，现在都同步在总统府有那个 FaceTime 直播，安尼害到赖清德哦哈，所以呢，大家都觉得说来了一线希望了，好，那对我们来讲。媒体来讲也是觉得说，应该要好好帮助他，给他一个机会，啊，让台湾可不可以再凝聚一股台湾人的力量嘛？啊，不然你都耍起啊，啊，看民调就知道嘛，啊，那我觉得台湾的未来就是经济文化教育要去中国化，一定要去中国化。how 就是走向世界，不要以为世界只有中国。我举个我在台湾大学服务20年的例子，以前哈，我在做这个seminar， 做这个 academic exchange， 就是 exchange， 或者所有的相关的international symposium 这些东西，我们都是到美国、到日本、到世界各国用英文发表文章，参与讨论。自从两岸开放之后，特别是从马英九时代开始，我的同事全部都不去美国，都不去日本，全部跑到中国，因为讲普通话不会咬到舌头嘛，哈，最方便，然后又可以喝茅台酒，啊，又可以唱卡拉 OK， 又两岸一家亲，所以我们的学术交流国际化变成了中国化。这个不是只有学术，每个领域都是这样。所以我要讲的是说，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要去中国化，要去中国化才能够让台湾再重新走回世界。第二个就是，我希望蔡英文政府能够去老蓝难，老不是问题，我们都很老，啊，难也不是问题，我们也都难，啊，很多难，蓝是一个问题，因为蓝不是政治选择。蓝是国家认同的差异，啊，那中国对我们来讲不是只是一个邻居，它是个强大的敌人。如果我们认不清楚这一点，我相信台湾早晚有一天会没有。如果我们只是把它认为它是 one of the countries， 我觉得台湾的危机很快就会台面化。再来就是我要讲的，大家要支持台派的媒体。因为 TVBS、中天、东森，你去看他们未来全部都在播放中国剧，因为中国剧便宜，而且中国把这些serious drama 或者这些 variety show 便宜的卖给台湾 ，it's not a business， 这是统战，他卖给你，让你在台湾的媒体大量的播放他的内容，把台湾的艺人用高薪挖角到中国。把台湾最好的教授各方面的领域挖角到中国，掌握他的经济命脉，他就掌控了台湾。媒体的影响力很大，所以我觉得一定要顾好台湾的媒体，要顾好台湾的目睭。这件事情，我认为现阶段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再来是我觉得要建立一个联能跟有效能的政府，不然大家会开始对民进党执政失望。会越来越失望。如果你执政2年开始，你不去把过去那些枉法裁判、违法的 judges 这些检察官 prosecutors， 如果你没有让这些人去面对他司法上的错误，你没有把他导正过来，甚至你没有追究他的责任，你反而让他升官，那台湾的司法怎么会公正呢？再来，要有一个台湾要走出一条经济的活路，
这跟去中国化也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你认为你的 business 只有在中国能够赚钱，那这个 business sooner or later 就是会没有，因为它把经济跟统战绑在一起。你不替我做一些统战的工作，我就不让你赚钱。这就是今天台商面临的最大的危机，而且以前从大企业，现在已经开始到中小企业，都要替中国去做统战台湾的工作。所以台湾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还 put all eggs in one basket， 那你早晚 you get nothing。这是台湾的问题。那你说怎么做？我觉得台湾要走出软实力，不要观光文化产业，其实很多东西可以行销台湾。不是全世界只有中国人喜欢来台湾，台湾要把自己的环境弄得 more friendly， 不要再 no English， 要加强英文。所以我在节目当中，我大力的呼吁，要把 English as the official language， 要开始学新加坡。要恢复台语的地位，要 minimize the impact of Mandarin， 这件事情一步一步要做。另外，我觉得我们要 more aggressively make friends worldwide， 把美国的利益带进台湾，give the biggest applause to American ships to Taiwan， fleets to Taiwan， 让这个美国的军舰、美国的军事要驻扎台湾，给予最大的欢迎，给予最大的协助跟支持。不要怕得罪中国，因为我说过，不管你怎样，你都会得罪中国，除非你投降。所以就是要把美国的利益放在台美关系上，不要告诉美国人说你要帮助我，你要帮助我。因为 why？ 为什么我要帮助你？你要帮助我们一起的共同利益，所以每件事情都要朝这个方向去努力，把美国的利益摆在台湾的优先考量顺序，让台湾成为一个真正的美国最好的朋友，美国可以获取最大利益的朋友。然后呢，我们也要全面外交，让台湾可以走出去。不要固步自封。最近有几个消息，我在节目当中也痛骂。第一个，我们跟挪威，我们把台湾在挪威的办事处撤出，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另外，我们把关岛的办事处撤出，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我在节目中痛骂，我在节目中明白的说，做这个决策的人，他就是匪谍。这个匪谍也没告我，虽然我身上背了好几个官司不过这个匪谍没有告我，我大胆的说，把关岛办事处撤离关岛的这个人就是匪谍，事实证明，关岛对台湾的重要性，不只是因为我们到那边有很多观光旅游的人哦，你看看最近的北韩的事情，你就知道关岛有多重要，而且 Guam是 the only 美国的领土当中唯一一个中国没有派驻代表办事处的地方，就是它是唯一一个有台湾办事处但是没有中国办事处的地方，因为美国可能不准许他在那里设办事处。结果台湾竟然以外交经费不足，把关岛办事处裁并，把它并入了帛琉。所以这不是匪谍，什么才是匪谍？这一切会让我们觉得，民进党没有执政嘛，所以我相信台湾在这个时候要做的事情是更全面化跟全世界交朋友，而且要用人家的语言，用人家的文化，用人家的思维去跟人家做朋友，真的要走出去，把世界带进台湾，不要再孤立。台湾的未来呢，有几条路嘛，大家可能嘛有真侪讨论嘛，第一就是宣布独立嘛，公道独立嘛，就是有
嘿，都是公道嘛，哈。但是这点呢，我认为讲，我们换个角度来想，今天台湾如果举行独立公投，虽然这个 Thessalonia 这些很多人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可是他们是因为它是西班牙的一省啊。今天如果我们举行独立公投，是不是在意味着我们其实还没有独立？所以我们才要独立公投啊。好，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策略可能要思考一下。我们现在要举办的应该是统一公投才对吧？因为我们已经独立啦，对不对？没有错吧？但是我自己嘛，每个人话送啊。你去看今天的那个我们的宪法，还叫中华民国宪法啊。中华民国宪法在2758决议文，联合国已经把你 replaced b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这是一个 iron fact， 这个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所以如果你不改变你中华民国宪法的名字，那你永远在全世界会认为 you push me to make a choice。如果我们 push the world to make a choice， of course they choose China, not Taiwan。那是谁做的决定呢？那是我们自己做的决定。所以一定爱架名，把中华民国勇敢改成台湾，就是这么简单。我相信各位跟美国人都有很多的相处，我相信美国不会因为台湾把台湾的名字改为台湾，透过公民投票的方式改名为台湾，他会很生气，他可能会有点 shock， 但是坐下來喝一杯 whisky， 美国人会想清楚说这是 people's choice， 对不对？虽然他会觉得 well little trouble， 但是 eventually 他会想清楚，这不就是美国人追求的价值吗？没有错嘛，台湾没有做任何错的事情，不是吗？然后我们得把我们那本宪法不要再侵略中国了，好吗？不要每天就觉得好像要把这个蒙古打进来，把中国打回来，好吗？放弃那本自欺欺人的宪法，有这么难吗？证明制宪有这么难吗？那不过就是还台湾一个原貌嘛。所以我说民事存在的功能不只是台派，我们要逼蔡英文政府面对证明制宪，用民事全部的力量，用我的生命去逼蔡英文证明制宪，就这么简单。这个不是搞革命啊，这是还我的 people's right， 这是我天生的权利，这是我跟呼吸一样正常的权利。我并没有要蔡英文一定要干嘛，但我要他把要干嘛的权利还给台湾人，就这样简单的代志。That's all. Period. 结果呢，现在台湾的这个公投，这个法案啊，搁咧立法院咧困。啊，有的人讲，民进党伊 promise 讲，今年年底以前，这个公投法一定会过，但是大家唔通叫骗去。这个公投法不是公投法，这是台湾人民可以投票 ，except 制宪证明改领土，通通不可以。制宪证明改领土以外的事情，你们可以投票。那我们得到的消息永远是高层说，哦，因为会顾忌美国，会顾忌国际。但是你把问题想回来，这是人民的基本权利，不是谁要给我 favor or not。它就是人民的基本权利，我们要大声的告诉世界，大声的告诉美国政府，告诉他们，这就是美国立国的精神所在。我们只是 replicate 这样子的一个理念而已，让权力回到台湾人民的身上。Period， 就这么简单。我相信经过沟通，美国人会默许台湾人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未来。这个就好像我们住过大楼，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亲身参与每一个大楼的水管要不要修，这个管理费要不要收，所以我们组了一个 committee。这个 committee 替我们处理琐琐碎碎的事情。这个 committee 就是政府。结果有一天，我们的大楼决定要都更，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事情，大楼要打掉重盖，所以我们就跟管理委员会的主委说，我们要开住户大会。
结果这个主委突然告诉你说：“哎，你不能开哦，住户大会是由我来开的哦。”这不是乞丐赶庙公吗？去假瓜庙公干不是呢？所以我要讲的是，台湾人民没有一定要独立，也没有一定要统一，也没有一定要 maintain status quo。但是无论如何，他有权利决定他自己要干什么。这是全世界自由民主国家完全不能 deny 的 fact。大家讲对啊不对？所以我要尽我的所有权的力量来 push 这件事情，在未来的1年到1年半的时间。郭培宏当署长，伊咧所有演讲内底，伊拢讲甲足清楚，伊甲以前去甲林权、甲蔡英文拢讲甲真清楚。若是2019年以前，你无将台湾人民这个敢若呼吸安尼的权利害互咱，我就把你们移开，就是这么简单。不要以为我们是暴力分子，我们只是要求台湾人的基本人权，就是这么简单。台湾将来不管谁执政，不管走入什么样的一个时代，如果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是一个民主社会，就要把人民的权利还给人民，让人民自己选择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大家唔免烦恼讲台湾人笑笑，唔知影家己安全，就一定会怎么样？然后投票的结果就是要反攻大陆，不可能的代志。台湾人很理智，比理智更理智。有的时候我叫他叫做懦弱。所以我认为不要再告诉我们说，因为这个权利交给台湾人民会很危险，会如何如何。我相信台湾人有一股冲动，也有一股理智，他们会选择一个他们认为适合的方式，让国家继续走向繁荣跟民主。但是 no excuse， 你不能够阻止他们做选择的权利。这是我的看法。接下来我要讲的是海外的台湾人，我们可以一起共同做什么样的努力？哎，我是到9点20吗？刚才9点，过了2分钟。好，我很快的做一个ending。第一个，我认为海外的台湾人要更团结，然后我们的力量要扩大。民视，我认为我努力的把它作为一个 hub， 我提供给大家。民视是大家共同的电视台，正经看民视是大家的，不是民视自己的。各位有任何发声的管道，像我们过去跟很多人合作，那Seattle Peter 还有高会长，很多人都上过我们的节目。那欢迎你们回到台湾跟我联络，我的电话是0932918951。0932918951，欢迎你们回台湾跟我联络。你们要上节目，发表台湾人的心声 ，It's more than welcome， 因为那是大家的平台。我希望有各种不同的声音，我们汇集在这个平台，为台湾的制宪证明、加入联合国、独立建国，一起共同努力。谢谢大家，什么泰嘎。感谢大家，谢谢。有来了吗？你可以留下来。开放几个问题。彭批哈，因为今天早上对台湾来哈。所以他说他有时差，没有关系，不会。所以大家请坐好不好？他说我们有3个问题可以开放，先坐好才可以举手。我说1、2、3才可以。好，至少一个女性的。哦，好，好，那会长说要第一个问题要开放给女性，所以第一个问题应该不算3个问题。李经理讲一些话。那就你。
其实刚才彭飞讲的是对的，因为在上次他来美国的时候，我说啊，你太太怎么没来？因为很多那个uncle 哦都会很失望，所以。大家好，我是金玉，就是我不知道该跟大家怎么说，因为其实他在前面做先锋啊，不断的冲，那得罪了很多人。那其实，在台湾我们的处境是蛮困难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可能我的背景跟大家都很不一样。我是很道地的，严格来讲，我的血缘是中国人。我的父亲来自上海，8岁逃难过来台湾。我的母亲来自河北，我的外婆四川人。我的外公是空军，当时带着补给先来台湾。我的外婆带了一群中国的孤儿来到台湾。第一件事情就是到教会去祷告说：神啊，如果你是真的，请你保护我和这群孩子安全到台湾。我是第3代基督徒。其实我对中国是有爱的，我对中国是有如沐之情的。可是，当我在做我的真情部落格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福音传到了中国，我的福音也见证了很多人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做的生命的翻转，但是我没有办法改变台湾的命运，我也没有办法改变中国的未来。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在胡锦涛的温和主义的背后，跟全世界做朋友，号称改革开放的背后，他们仍然在做大他们的军事，仍然在企图要做国际间的盟主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跟共产党妥协的，因为我的上帝告诉我的真理是人权，是自由，是博爱，是公义的。我常常跟蓝营的朋友说，台湾留住了民主，中国才有未来。所以现在我们在做的台湾独立运动，其实是为了中国未来能够在亚洲看到一线民主的希望。所以我对中国是有爱的，我对中国同胞是有爱的，只是我的方法跟很多人或许不一样。因为我的父亲是李国鼎的幕僚，我一辈子在国民党的家庭长大，所以当我发现北戴河会议当中要统一台湾的进程是这么的快，反分裂国家法是可以任意把台湾人从海外就带走，让我们放在那个危机当中。而我曾经也亲自访问过叶望会先生，他说因为台湾不够努力，所以国际包括美国没有办法支持台湾的时候，上帝让我跟我先生出来主持这个节目，我被蓝营视为是背叛者，我被国民党的人痛骂。我的父亲常年在做两岸交流的科技，在那一年他的基金会所有的 sponsor 都抽手，乃至于我的父亲80大寿的时候是没有一个人要来的，因为这个女儿背叛了国民党。但是我的父亲只告诉我一件事情，说你做的是对的，你就去努力。因为国民党里面的腐败他很清楚，里面有很多老国民党人的努力，包括像李国鼎对于科技的发展，他自己都知道。可是现在台湾的处境，现在他朋友对他的态度都不会成为他女儿的绊脚石，因为他支持我。所以他的80大说是，就是我们自己一家人帮他过的。我们得罪了绿营，我不明白，当我喊着所有的要往前进、为台湾着想的这些改革方向，为什么会受到民进党政府这么大的压力，甚至有很多的盟友的背叛？我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看到利益、看到权力，他们的理想真的就忘了。我比任何人都靠近那个权力，只要我点头。可是我知道我的下一代不能够被共产党统治，
这件事情是上帝交给我跟我先生的任务，所以我希望美国能够再一次去理解台湾的处境。中国的本质跟北韩一样，只是北韩不会给美国跟美国的政治人物糖吃，中国会跟台湾一样。美国请不要被中国收买。美国的政治人物跟台湾的所有的政治人物，请不要被中国收买。我们台湾的孩子们才有未来。我是一个母亲，我为了我的孩子做这件事情，希望他们千秋万代能够活在上帝的公义、跟人权、跟自由当中。我们的人身安全是有极大的威胁的，不只是各党各派不同颜色的政治支持者可能对我们不利，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挑战，我们每个人都监督，我们会有中国可能来自那边的人对我们的不利，甚至包括我跟我先生这次要一起出差，我的孩子走之前大哭说：“你们一定要平安回来，因为他会害怕我们出事。”我要谢谢你们，因为我们在媒体只能做监督，我们很可能随时会被中国派人抓走。这不是未来以后很久以后才会发生的事情，这是现在在发生的事情，这是现在在发生的事情。台湾的人民没有感觉，你知道吗？台湾的人民没有感觉，美国的人民没有感觉，欧洲的人民没有感觉，全世界没有人对我们现在的处境有感觉。可是法帕，你们做了35年这么多事情，这也是我先生一定要我来的原因，因为你们贡献非常的大，然后你们是我们忠实的支持者，我们大概除了你们也没有别人了。谢谢。想金玉，你看，我们这个你送他回去说，你想，金玉，我想。在场的各位所有法帕的人，我们就是一句话：法帕，我们在Washington DC，我们一定会努力的。而且我们会继续支持你们。好，那现在就是我们要开放3个问题。那个刚才那个达特利讲的，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开放给女性朋友。那个会长 Peter 你起来喝啊，你比较会看得到哈，所以我现在只有女性朋友举手。那我说1、2、3，那个，谢谢，我是泽伟，我是高雄人，然后16岁搬来美国，我现在读大1。然后我想要请问的就是，因为其实我很认同刚才您说的，就是关于证明制宪那些。然后我有一点点质疑，第一个就是说，你刚才强调我们要用别人的文化、别人的语言去跟国际做朋友，那您都已经说我们要去中国化，就是我们不能用中国的文化去跟中国交朋友，那我们为什么还用别人的语言跟文化去跟他们交朋友？为什么我们不能用台湾的文化、用台湾的语言，以我们自己身为台湾人的独特性去跟人家做朋友？然后最后一点就是你刚开始提出来说我们要制宪要证明，那就是当然我知道就是如果举办那个证明公投或是制宪公投，在座的人一定会支持，我也一定会支持，虽然我还没有满20岁，可是就是想要请问您有没有看过苹果日报啊、自由时报下面那些留言，就是真的如果要举办制宪证明公投的话，通过可能性是多少？我的问题就这2点，谢谢。好，谢谢这位年轻的朋友，谢谢你。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更 internationalized， 我们要更广泛的走进国际世界，
当然是要人家了解台湾的文化，但是我们要更站在对方的角度，跟他一起看到我们共同的利益，可能要走出纯粹台湾人的思维。这是我勉励下一代年轻人的，一起共同努力的。不过我觉得这些年来，我感谢 Peter， 因为这么多的会长当中，我开始做节目之后，FAPA 的chair 是 Peter， 我看到一个世代传承非常重要的意义。我看到一个对台湾文化跟美国文化都有相当了解的人，可以很好的扮演这个 bridge 的功能。我也因为透过 Peter， 所以可以认识很多在座很多的台美优秀的台湾人的各地的侨领袖。我相信，我们继续走这条路，可以把台湾带进世界，也可以从海外的声音来改变台湾，让台湾更民主、更公平、更正义。因为我们 FAPA 的 chair 的名字就叫做正义。好。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正名制宪。我认为自由时报下面的留言也好，雅虎下面的留言也好，我不会参考，因为你看下去你会以为台湾已经是中国的一省，因为里面有很多的网军，有很多五毛。我相信经过国民党这个70年的高压教育，再加上民进党并没有全面开放解构台湾人的思维，所以很多人对于正名制宪会充满恐惧，会充满着那个国民党威胁我们的恐惧，因为阿强啊的爬过来，好，诸如此类。这就是正经看民事存在的价值。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是呼吸一样自由的权利。当你想呼吸的时候，你不要管旁边的人准不准你呼吸 ，period， 就这么简单。现在第二个问题哈，我要开放给这边的这一边哈，然后我说Peter 会 pick up 呢，1、2、3，哦，王会会计师，麦克风给你，会计师来，我唔是要讲什么啦吼，我是要互恁知讲，他拄啊我有分这吼，这迄个台湾队迄个这吼，你请恁每一个人来也无签名，拢总签咧，摕来互我好无？吼，甲孙啊也未签的迄个签的人哦，拢总签的，摕来互我。多谢各位，多谢，爱你。所以谢谢我会计师哈，谢谢。等一下，那个王会计师是FAPA的会计师，所以大家今天晚上要回去之前 ，make sure 你在前面有签那个台湾在加入下一次的奥林匹克的时候，我们要用台湾的名字。所以第二个问题用掉了吗？不算了，可是。哦，好，那我们要先这边哈，先放下来，1、2、3。Alice， 我没有那个麦克风。好，先感谢你前来啦哈，但是我很希望听到从你的口中，你会觉得给FAPA提什么样的建议来帮助台湾 ？OK， 好，谢谢。我要抄笔记了。没有，其实我私底下也提过一些建议啊，我觉得FAPA。我知道大家从各地赶来，其实很不容易，很辛苦。FAPA第一个，大家一起努力，要协助 Peter， 要挺 Peter， 好，大家掌声鼓励，好不好？我看到 Peter， 其实我很高兴，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2代的传承，他是台湾跟美国之间一个很好的 bridge。那也因为他的 background， 他的 background 让我永远相信 Peter 比我还不会出卖台湾啊，所以I trust him。那么让他去做这个桥梁，把年轻人多带进FAPA，我们要努力做传承。那FAPA的年轻人，如果你们要办活动，我会义不容辞，义不容辞就是义务，而且不会退辞啊，我会来参加，谢谢。而且民视我们要做一个很好的平台，趁我们还没有被阿强被以前哈，我们会努力的当所有台美人跟全世界的台湾人的平台，
我们在日本有一个日本全联会，他们第一次成立的这个会长也非常的积极，一切都好，除了他的名字，他叫做赵中正啊。他也是非常努力的把整个日本的台侨聚集在一起，欢迎大家回台湾。再讲一次，怕大家忘记，我的电话是0932918951，绝对不是空号，欢迎大家来民视参观，欢迎大家有机会有想法上民视，民视是一个大家的平台。那么第三个是我曾经建议过，我觉得FAPA的所有的活动，我们会透过节目大力的宣传，然后FAPA呢也可以来台湾募款，我义务当募款的主持人，我会继续拍卖跟台湾做更紧密的结合，而且我认为有机会的话，可以在台湾设 office 我相信义务愿意参与的人应该很多。那接下来可以在各州跟各州的州政府跟州的政治人物建立更密切的关系第一个要挺的就是 Idaho 嘛，对不对更深入美国的民间，从各个角落深入。第一个要把所有的这个 member 更聚集在一起。正经看民视是各位的平台，欢迎大家不吝使用，谢谢。那我们现在就回来这一边朱医师行修担子嘞OK， 注意看1、2、3，就是朱医师。我是做医生啦，唔是政治家，也唔是民事的会当贡献顺序的一个人。但是我有几点，我有几点想跟你讨论一下。第一个，你说去中国化，这是最重要的。去中国化的相对就是提高台湾意识。第一，政府要做，不要说民国几年了，我们现在是民主化的时代，要跟世界接轨，用公元几年，做行文上绝对去掉民国几年，没有实意。再要改变宪法以前就要开始做。第二个，军事要去中国化，黄埔军校要把它解除。所以没有将领以后会到那个中国去了，而且要做一个新的那个军事学校，好像我是有一个意见的。有西点，我们要台东要做一个东点军校，对称了所以我们有美国跟台湾东点军校。台南不能设了，台南就难点了，就不太容易很好的建议吧OK。第三个，关岛的事情，我们现在在美国有基地训练，我们要把一部分的训练移到关岛，看到我们背后，因为现在的那个这辽宁号什么都是要经过台东那边嘛，所以我们有机会打击他们，从背后打击他们，所以我们要争取从国会西分叶还是什么人假使你可以对国会提倡这一点，这是非常有战略意义的地方，也可以确保台湾不被中国两边打。谢谢。好，感谢。王医师嘛他的说法非常台肯我先去中国话不是中肯，我非常台肯第一点呢，去中国化还是必要的因为我不是在歧视中国，而是以前我们全台湾完全压向中国，所以起码要用一个 reverse force 让它回来这是真的。第二个，我在节目当中，我想只有我们的粉丝都知道，来宾只要讲
大陆，我一定纠正他说，我就一定问他说，请问你讲的是南极大陆、北极大陆、非洲大陆、欧洲大陆、美洲大陆？你讲的是哪一个大陆？好，那当你叫人家大陆的时候，你要证明自己，你先证明别人呢、人家明明就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国，你为什么要叫人家大陆？你叫人家大陆，那你不就是小岛吗？所以去中国化要先证明。爱讲中共，他讲大陆啊，卖去讲中国大陆啦。所以现在不管是国民党或者谁，这些人他都知道来本节目，你讲大陆，我们自动打字就打中国哈。好，嘿，结果你知道吗？我们的打字小姐罗勾追有一次我们在讨论司法制度的时候，我们说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结果他把它打成中国法系。第二个西元，确实不要再讲中华民国用西元跟世界接轨。然后我甚至认为 Lunar New Year 应该改成西方的这个新的这个共同过这个 New Year， 因为这在 business 上也方便啊。你放假人家没放假，你不放假人家放假，要跟世界接轨要走出中国的阴影啦。中国对台湾来讲就是一个 shadow， 就是一个阴影然后去文言文，这在我们节目也是骂得要死文言文。结果，国民党的代表就跟我说：“你去文言文是文言文是中华文化，我们要保存更好。”那我说，那干脆我们来学甲骨文，他一都点起，其他都点起，因为我觉得什么东西都要进步，要与时俱进，那语言文字对大家来讲，它就是一个工具。你真的那么喜欢文言文，你去念中文系你去钻研那个，我觉得 more than welcome。但是对一般的小孩来讲，你让他多学几个语言，可能更实际，然后军队这些东西，当然 of course， 所以台湾还有很多东西要改，像现在的国防部长冯世宽，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不断的骂呀，美国都还没有要卖你萨德，你就说我不要萨德，你不是很奇怪吗？那美国人一定觉得你很奇怪啊，你不要防御自己，那你买 F-35干嘛呢？人家打过来的飞弹，难道你用 F-35去撞它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要再站在台湾要怎么自我防卫的立场，因为台湾没有能力自我防卫啦，这不是灭自己威风啦，台湾要跟日本跟美国联合防卫啦，所以你要听听美国人希望我们在这个 team 里面扮演什么角色，希望日本人认为我们在这个 team 当中要扮演什么角色，台湾就乖乖去扮演这个角色就对了啦，这是事实，要认清事实啦。不要自己骗自己，好，谢谢。我想我们3个问题已经结束那就慢慢讲完所以我们再用一次掌声感谢彭批，那还有金玉，谢谢你来呀。那大家都有把大家都有把彭批的电话抄下来了有所以飞机到了桃园机场，第一件事就先打电话给彭批，OK， 那我们今天晚上的 banquet 就到这边。